即条咱来共读圣经。圣经记载伫列王记上卷19章第1节到18节的所在。北国以色列亚哈王将以利亚所做的每一项代志，甲伊怎样处死所有巴力先知的代志，拢甲伊的某亚瑟别讲。亚瑟别就找使者去见以利亚，讲：明仔日即时阵，若是我无照你对付我的遐个先知的办法对付你，愿遐个神明杀死我。以利亚惊吓，就起身逃命，带着伊的仆人逃到南国犹大的别是巴去。以利亚将伊的奴仆放伫遐，家己行了一天的路来到旷野。伊坐伫一丛罗桑树的阴暗来求死。伊祈祷讲：主啊，到这煞了，将我的性命取去吧，我要是死较好。伊倒伫树骹困去了。忽然有一个天使来答伊，对伊讲：精神啊，来食物件。伊目睭拍开，四面看，就看见伫头壳边有一块用火炭逼好的饼，甲一盘水。伊食了，啉伊，阁倒落去。上帝天使第2摆转来，答伊讲：起来，来食物件。啊无路途遐尼远，恐惊你支持袂牢。以利亚起来，食伊，啉伊，食面，互伊到夜气力。伊行了40日40暝，到了上帝山，就是何烈圣山。伫遐一个山洞过暝。忽然，上帝对伊讲话：以利亚，你伫遮做甚物？以利亚回答讲：主啊，万军的元帅上帝啊，我一直专心听你，为着你来大热心。但是以色列人击杀了你甲因立的约，拆毁了你的祭坛，佮杀了你所有的先知。即马剩我一个人，因要孝想我的性命，要处伊。上帝对伊讲：出来，徛伫山顶，徛伫我的面前。就安尼，上帝对遐经过，有真透佮大的风，拍着遐个石头，拢逼你伫上帝面前。但是上帝无伫风的中间。风了后有地动，但是上帝也无伫地动的中间。地动了有火，但是上帝也无伫火的中间。火了后，以利亚听到细搁轻的声。以利亚听见了，就用外衫搭头搭面出去，徛伫洞口。有一个声对伊讲：以利亚，你伫遮创甚物？伊回答讲：主啊，万军的元帅上帝啊，我一直专心听你，为你来大热心。但是以色列人击杀了你的约，拆毁了你的祭坛，佮杀了你所有的先知。即马只剩我一个人，因也孝想我的性命，要处伊。上帝讲：你对原路转去，到大马士革附近的旷野去，然後入城去用由我哈瑟做阿蘭敘利亞王，用由我寧示的囝耶戶做以色列王，佮用由我阿伯米荷拉人撒法的囝以利沙接續你做先知。逃脫合適的倒下，耶戶要殺伊；逃脫耶戶的倒下，以利沙要殺伊。但是我佇以色列人中間留7000人，這些人攏盡忠佇我，因的骹頭毋捌拜巴力，因的喙毋捌浸伊的偶像。聖經以上，願上帝祝福常常聽伊的話來去行的人。即貼咱要領受上帝予咱的啟示，
咱敬听的主任牧师、蔡牧师今日所讲的信息是听伫生命价条时第2讲，请咱恭敬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要接续顶礼拜的经文甲信息，继续来看这个爱在生命低潮时这个题目。顶礼拜咱有看见到先知以利亚，伊虽然镇压850位外邦的先知，是伊生命的高峰的时阵，但是伊受到亚瑟别的这王后的恐吓，因为惊吓，因为伫这旷野，互伊的身体亚身，因为怀疑埋怨来离开上帝。咱今日要继续来看上帝安怎一步一步引带伊行过生命的困境，来到上帝恩典中间。免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神明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每一遍透过你的话激励阮的事，阮的心就欢喜。你每一遍透过你的话来调整阮的生命的事，主阮愿意降服。阮恳求主你透过今日的经文，搁一遍来调整、来更新阮的生命。阮愿意静静听候，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顶回讲到以利亚因为惊吓，因为身体亚身，因为怀疑埋怨来离开上帝。但是咱发现到，虽然伊的心离开上帝，但是伫困境中间，上帝拢无离开伊。检采是伫上界困难的中间，上帝也是无离开伊。咱看到伫以利亚，伊人生上界暗淡的时刻，上帝依然派天使来供应伊的一切。虽然拄则所读的经文中间，当伊伫旷野，安尼行过一天了，伊的肉体亚身，伊倒伫这老天树的下面困去。这时阵，上帝就差遣一个天使来答伊，对伊讲起来吧，食寡物件。伊起来了，看到伊四周围有一块用火炭烘好的饼，甲一罐水，伊就食啉了，搁困去。第二遍，上帝天使伊原来答伊讲：起来吧，食寡物件，若无路途遐尼远，恐惊你会支持袂牢。所以，当伊食了啉了，遐食物供应伊有够遐的气力。伊就行40米日到上帝圣山，来甲上帝见面。亲爱的姊妹，有时阵，咱可能伫生活中间，咱有一寡体验。有时阵，咱祈祷，可能上帝无马上应允咱；有时阵，咱期待上帝帮助咱，但是咱介成感觉上帝一直无伸出伊的手来引带咱。咱会感觉上帝离开咱，稳重伫咱找袂到的所在。咱甚至会感觉孤单，感觉上帝无搁再保守来看顾咱。咱可能会问讲，到底发生什么款的代志？为什么上帝无出声？为什么上帝离开咱？或者是为什么上帝伫远远的所在袖手旁观，完全无去看见咱的伤心、咱的痛苦，对咱的目屎？介成拢无看见。其实拄着即款的情形，往往是因为咱的心思混乱，直到咱无法度发觉上帝一直伫咱的身躯边。亲像以利亚同款，伊受到恐吓，心内拄着困难就挫折，就袂记得有上帝通好互伊倚靠。但是虽然是即款的情形下面，上帝依然守护伊。咱心中爱有一个意念，特别是咱拄着人生的困境中间，咱的确爱有一个真重要的观念，就是上帝袂离开咱，上帝也袂稳重。伊依然是伫咱身躯边看顾咱的上帝。伊的确明白咱的困难、咱的伤心、咱的痛苦，以及纪念咱所流的目屎。
咱的上帝就是即款的上帝，伫咱上界需要的时阵，伊是陪伴着咱，而且要亲自帮助咱。咱最近咧读的每日亮光的经文是读到出埃及记，咱对出埃及记中间就会通看出第一章，伊就讲新起来的埃及法老，埃及的新王袂记即约瑟过去所做的贡献。虽然国王袂记即约瑟做过去所做的贡献，但是上帝无袂记即，伊甲以色列百姓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伫咱的困苦中间，上帝永远咧看顾，伊当听起咱所啼哭的哀声，伊看见咱的痛苦，而且要帮助咱。咱毋通互咱的心思意念混乱的影响，直到咱无法度感受到上帝甲咱相合伫地。咱看见着先知，伊去到何烈山顶，伊找到一个山洞，然后将家己稳装伫内底。但是这个时阵真特别的，就是上帝爱伊行出这个山洞，面对上帝。上帝对伊讲：“出来，徛踮伫山顶，徛踮伫我的面前。”咱看见着先知进入一个山洞中间，然后住伫这个黑暗的山洞中间。因为什么要住伫这个墓坑中间？因为伊掠做这是一个会通互伊闪避的所在。伊掠做伊进入一个安全，无人找到，这追杀伊的人永远拢找袂到的所在。伊用这个山洞做伊的避风港，伊会当暂时逃避现实。事实上，咱人拢是安尼啦。咱拄着困难挫折的时阵，面对困境的时阵，咱往往拢有一种方式、习惯的方式来闪避这个困难。意思是讲，咱每场拢有一个山洞啦。亲像我细汉的时阵吼，我若拄着不如意的代志，还是叫时大豆仔骂吼，我拢会一个动作，我就是走去吼批来砍的，然后伫内底哭。我发觉讲这是遗传呢，因为我的囝吼目前嘛安尼呢，有一边叫我骂搞怪叫我骂，结果伊拢走去被内底砍咧吼，然后门甲关起来吼，我来到问讲，赶紧出来，赶紧出来吼，你哭有哪无路用吼？伊讲，互我冷静一下，我砍咧，过偌久吼走出来，吼，我讲你即摆冷静了，伊讲毋是因为被内底伤热。袂当冷静反倒转艰苦，所以咱知影，亲爱兄弟姊妹，咱拢有一个山洞。当咱拄着困难的时阵，咱拢想要秘伫这个山洞中间来逃避现实。你的山洞伫倒落？你的山洞伫倒落？有一寡人用无健康的方式咧闪避困难。有的人用酒精麻痹家己，伊的山洞就是酒精；有的人用敲吹刺激，暂时认为刺激当暂时放松家己，其实无法度解决问题。有真侪少年人，伊就进入迄个所谓虚拟的世界，伊就闭伫遐，伊感觉讲我脱离现实，会通得到暂时的放松，实际上无法度解决问题。上帝对秘伫即个山洞内底以利亚讲：出来，徛踮伫我的面前。咱拢需要面对上帝，拢需要面对家己，面对困境。拄着困难，毋是离开群众，毋是秘伫山洞内底就当复原，是需要出来面对上帝，面对家己，面对困难。这是一个重要的开始。亲爱的姊妹，可能你甲我，即马拄伫心灵的山洞中间，可能咱拄着困境，暂时想要眯起来，但是无需深信，咱每一个人，咱心灵深的所在，会较无毋是安尼。咱期待脱离困境，
所以咱来接受上帝呼召，行出咱的山洞，行往主爱的上帝。上帝要用伊的主爱的双手，引带咱头前的路站。咱看去到第三项，经文继续看，讲这段经文安尼讲，讲上帝经过，当以利亚徛伫山顶的时阵，上帝经过，突然间有大风，互山崩地裂。但是圣经讲，上帝无伫即个大风的中间，然后风停，佫有地动。圣经中间讲，上帝无伫地动中间，地动了佫有火，但是上帝也无伫即个火中间。然后这个三项拢经过了，以利亚突然间听到真温柔、真轻的声音，讲上帝伫即个温柔、真轻的声音的中间。为什么会安尼？伫遮有两项宝贵的信息。第一项，咱发觉陪伴伫上帝身躯边，陪伴伫以利亚身躯边的上帝，是一个静静掌权的上帝。伊是一个温柔和善、静静掌权的上帝。对耶罗波来讲，上帝毋是毁灭性的上帝，是温柔和善的上帝。咱知影，即个时阵以利亚是逃走伫上帝的呼召中间，是逃走伫上帝交代伊的责任中间，伊是闪避上帝的人。照理讲，即款的人上惊啥？上惊上帝的审判，对无？但圣经同咱讲，有风、大风，有地动，有火，上帝无伫即个中间，上帝无伫即个中间，上帝无伫即个毁灭性的力量的中间。然后，伫迄个温柔、轻柔的声音中间，以利亚去感受到上帝对伊讲的话。亲爱的兄弟姊妹，咱来明白一点，先知以赛亚捌对咱讲过，伊讲受伤的芦苇伊无压止，要花的灯火伊无吹熄。上帝是一个温柔引带背逆伊的人的一个上帝，所以上帝是伫即个静静中间咧掌权的上帝。另外，这段经文也有可能咧表达，当咱内心充满真起悬悬的即个心情的时阵，咱无法度听见上帝的声。只有咱静落来，咱才会当感受到上帝甲咱三甲地带。咱知影，以利亚去到山顶上帝问伊话的时阵，伊拢咧埋怨，对无？伊拢咧对上帝讲：主啊，你毋知影所有的你的百姓拢背离开你只有我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人，伊拢咧埋怨。一个大声咧埋怨的人，听袂见上帝的声啦；一个大声咧啼哭、咧怀疑的人，伊无法度听见上帝的声。只有当咱静落来，咱才会当发觉到原来上帝伫咱的身躯边咧帮助咱。亲爱的姊妹，其实伫咱服侍过程中间，有可能咱会发现到上帝较像无去。无愿意听咱祈祷，但事实上，检测是大风，检测是地动，检测是火，这困难，互咱袂去听上帝的声音。咱一直伫迄个痛苦的经验中间去超出上帝，但是上帝爱咱安静咱的心，就会当听起伊奇妙而且温柔的声。咱接下来看上帝安怎帮助以利亚。上帝对伊讲：以利亚，你伫遮创啥物？以利亚拄着困境的时阵，上帝问伊两遍，拢是同款的一个问题：以利亚，你伫遮创啥物？为什么上帝问以利亚这个问题？咱来注意，伫经文中间上帝问两遍，但是以利亚的回答拢文不对题啦，伊拢无照迄个题目回答，因为伊根本无将上帝的问题想清楚。伊一直咧埋怨嘛，伊对上帝讲：我一直专心听你，
但是所有以色列百姓拢背离开因立的约，拆毁你的祭坛，佮杀死所有你的先知，只剩我一个人，因佮要杀我，所以伊一直拢在排怨。但是咱看见着上帝用一个奇妙的方式来带领以利亚。伊问以利亚：你伫遮创啥物？亲像咱前几礼拜有读到所分享的经文中间，耶稣嘛问彼得讲：彼得，你听我较赢遮的嘛？彼得嘛是背离耶稣基督予伊的使命，当去掠去。耶稣用温柔的声，去将伊带到上帝恩典中间。伫遮，上帝嘛问以利亚：你伫遮创啥物？意思是讲，你无应该伫遮嘛？你无应该伫即个山顶，伫遐家己人民家己伫遐埋怨。你应该去倒来上帝身躯边，享受上帝予伊的恩典。亲爱兄弟姊妹，伫人生的路程中间，上帝嘛会伫特定的时间问咱：你伫遮创啥物？伫遮的遮可能毋是指地点哦，可能是你的状况。如果你若意识到上帝安尼问你的时阵，你要安怎回应？伫咱人生的过程中间，差不多大多数的代志拢是不如意的。人讲有一句俗语讲，人生不如意的代志安怎？10常8九嘛，10项代志有8项9项不如意嘛。咱面对着即款不如意的代志，袂当照咱心愿的代志的时阵，你要安尼去面对？你心内的状况会当影响你做的决定，会当影响你的未来。我有一个经验，当我伫迄个瑞士咧进修的时阵，有一个较长的假期，所以我就安排一个旅行。我想讲先伫瑞士的所在东部小可佚佗一下，然后较坐火车去德国拜访一对我伫大学的团契明白的即个同学因结婚了后去到德国的所在去读册我想讲伫德国佚佗一天了才坐迄个马车11点外出发的马车伊坐到法国的巴黎，会当差不多坐6点外钟透早6点会当到巴黎伫遐佚佗一天。伫坐这马车的过程中间，因为我较慢订票，所以无迄个卧铺，无迄个倒咧会当困的迄个车厢我是坐迄个一种车厢，咱伫电影可能捌看过，一个车厢入去了有2排椅对面的一边会当坐3个人我就去坐我一入去了，车厢拢无人我就想讲。感谢上帝今日我家一个人享受即个包厢，但是我常常讲，时间还未够，安排伊礼拜我都祈祷上帝讲，拜托你安排一个较好先、较好的安尼会当我即规程旅程中间会当较安全的。无想到过无偌久礼拜一个哇，迄高墙大汉头毛留啊真长查甫人头毛留啊真长耳孔佫转过来空佫身躯佫有小可赤色刺青的摕一个足大支的吉他礼拜，然后伊就将迄个吉他放伫迄行李架顶面就坐落来就向我开始讲话伊头去甲我讲德语，我就无爱插伊我想讲即个我今日爱6、7点钟爱甲伊做伙实在是有那是算得真衰啦我就无爱插伊叫伊到尾伊看我无德语袂晓，伊甲我讲英语伊拢我问一句话甲上帝咧问伊利亚相共，讲你伫遮创啥物我讲我来旅行啦，我咧旅行。伊讲我看你毋是咧旅行，你是咧坐车。伊讲即句话我心肝较插一个我认为我是来旅行的。但是伊看我拢无要插伊无要应伊伊讲我是伫遐咧坐车，但是讲我是坐一个交通工具，将我对即个所在刷去另外一个所在。但是旅行是安怎？伫即个过程中间，拢爱享受你所拄着的每一件代志。所以伊即句话刺插伫我的心，我心都拍开，我就开始听伊讲。伊真敖讲。
伊是一个迄个街头艺人啦吼，伊要去法国巴黎的所在吼表演，然后趁寡钱，计要去西班牙的所在，讲伊有一大堆理想甲计划吼。讲的吼，讲到差不多2点吼，伊讲伊忝啊，伊要困，结果过3秒就困去啊。我叫伊吵一个所困无啥会去，但是吼，我心中想讲，透过伊分享的物件，我讲哇，真侪人真会当超出伊的人生计划啊！互我伫这旅程中间吼，佮加一寡财物，佮加一寡我今仔日佮加一寡迄个真水的回忆。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有时阵咱会拄着一寡咱无法度按算的代志，可能是一寡你无爱伊发生的代志，不如意的代志。但是如果你若用种正确的态度去面对、去看的时阵，可能会带予你无共款，甚至是丰富的记忆。检测咱拄着困难，但是今仔日上帝要对咱讲：你伫遮创啥物？你为什么即款的状况？上帝用即句话咧引带以利亚出来，行出伊的山洞。今日上帝嘛要用安尼来挑战咱的生命。咱看见着上帝安怎引带伊。伫即段经文中间，上帝互即个已经真亚神的先知一个使命。伊讲：你对原路倒转去到大马色的旷野，然后入去城，过入哈设做叙利亚王，过入亚何做以色列王，过入以利沙接续你先知，接续你做先知。所以上帝予伊一个伊的使命，伊的命令。咱看见着上帝这一遍无供应以利亚水甲饼，因为水甲饼是满足伊肉体的需要。上帝这个时阵，予拄着困境的以利亚一贴良药，就是使命。使命予以利亚的人生完全转变，予伊对迄个黑暗的洞空出来，行往上帝为伊备办迄条先知的道路。予伊原本咧找无人生的道路，即摆去找到一条真阔、真丰盛的道路。亲爱的姊妹，有时阵咱对上帝所求的只是水甲饼，咱对上帝求的就是主啊，你满足我肉体的需要、物质上的需要。但是如果你若愿意对上帝求，主啊，你予我使命，你予我责任，你予我负担，上帝会因为安尼，咱即款的祈求，互咱的人生去经历满满上帝大的恩典。咱看见着以利亚通过这个使命，成做以色列人纪念先知中间的代表。咱每一个人的活命是上帝所赏赐。如果咱会当对求水较饼超越过这去求上帝，互咱责任甲使命的时阵，我相信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会变成做无共款。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你阮透过先知以利亚，伊所拄着的困境，去明白阮伫人生中间，的确也拄着真侪不如意的事。但总是伫这个不如意的过程中间，主，阮知你甲阮三甲伫地，你永远无离开阮。你也要一步一步用你的疼痛引带阮进入你大的恩典、丰盛的恩典中间。主，阮恳求你，赏赐阮使命，互阮会当看见你伫阮生命中间的计划以及意向，用你的使命引带阮行入你所安排阮爱行的道路，互阮的生命因为安尼来丰盛起来。恳求主你帮助阮，安尼祈祷奉靠最后所圣主的名，阿门。